维吾尔教授被逮捕，东突厥斯坦目前的镇压中，中国政府将维吾尔知识精英作为主要的目标。据最新消息，新疆师范大学教授阿布都塞斯尔曲库尔几个月前被逮捕并关进政治灌输营。他是一名有声望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家和突厥学家，他被捕原因尚未解释。中国国防部长下周赴华盛顿会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国防部长将于下星期访问华盛顿，继续就美中军事关系的问题举行会谈。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敌对。1个月前，我与中国防长进行了会面，1周前我在新加坡又见到了他，未来1周他将到访华盛顿，继续我们的讨论。马蒂斯在巴林进行的一次讲话中说。印尼一架载有189人的客机坠海，印尼国家搜救队公关负责人确认，今天早上起飞13分钟后失联的印尼狮航 JT610 航班已经坠毁，坠毁地点位于雅加达附近的工业区卡拉旺。印尼国家搜救局负责人斯咬吉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架客机当天早上6时20分从雅加达起飞，前往邦加乌里斗省首府宾港。但在起飞13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目前已经确认飞机坠海。斯咬吉说，飞机航班号为 JT610， 机型为波音737，飞机坠毁在爪哇岛北部海域，现场发现很多机身碎片，目前搜救人员已经赶往现场展开救援。接近美国边境，中美洲移民车队又扩大阵仗，大约300名萨尔瓦多人今天徒步离开法国首都圣萨尔瓦多，带着美国梦的憧憬往瓜地马拉边界迈进，目标要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扬言派遣军队在美墨边境挡下移民车队。墨西哥政府宣布，移民大篷车中有多达700人申请庇护。洪都拉斯官员说，大篷车中现有3500人，有4500人已返回该国。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启用，10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将正式启用。这一天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出席开幕式。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位于黑海沿岸，第1季阶段该机场每年可发送9000万旅客。在机场10年内全部完成之后，将拥有6条跑道，占地19000英亩，设计年吞吐量达到2亿人次。这几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亚特兰大的哈斯菲尔德杰克逊的2倍。